禪聖輝煌第2位，安裕第3，遊龍串鳳第4，第5黃衫當年情第6呢。咁啊，仲有呢隻越盡歡欣啊！後邊嗰5匹馬都冇變過㗎啦。標誌5支啦，尾4紅衫白帽係安晴啊，後邊3匹馬黑衫就跟斗雲，埋邊橙帽尾支就直線力山啊，包咗落尾嘅馬仲係嗰隻桃花開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正彎入直路啦，知足常樂仲係佔先少少嘅，中間追佢㗎嘛，有禪聖輝煌啦，出邊遊龍串鳳亦都上緊啊，咁啊進佔第4位有越盡歡欣啊，出邊追緊嘅馬呢，仲有安晴啦，外邊追仲有桃花開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埋邊啊禪聖輝煌鬥緊出邊遊龍串鳳啊，咁外邊依家先追上嚟就係嗰隻安晴啊，出邊仲有當年情，最後100米到禪聖輝煌捧走100週年紀念銀瓶啊，跑第2名遊龍串鳳。第5粉紅衫幸運芙蓉，出邊第6有考眼光啊，中間第7位呢就8000財星啊，內欄63黃帽精算特殊啊，後邊嗰6匹馬標誌星河威力非凡啊，尾4係星運笑着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係同德威白衫嘅球王啦，黃衫響外邊呢係密密送嚟㗎。好啦，咁轉彎入直路啦，正益大師啊佔先嘅，陽光寶貝啊開始追近啦，入邊有藍衫嘅開心5月啦，粉紅衫幸運芙蓉響入邊究竟攞出定攞入好呢？咁啊再見到外邊標誌星河追啦，中間位置仲有隻8000財星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嘛仲係正益大師喎，中間幸運芙蓉追緊啊，埋邊呢仲有隻開心5月啊，出邊係標誌星河啊，最後100米咁啊幸運芙蓉轉嚟轉去啲腳呢都一路壓住入邊嗰隻開心5月啊，第3名嘅嘛正益大師，第4名係8000財星啊。